開始之前，提一提睇緊嘅朋友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大家好，睇到片頭就知道，今集要介紹嘅係 ADA Aquasky RGB 260。呢個呢係一款專為培育水草而設嘅 LED 燈嚟嘅。上年11月，我哋去 ADA 總部嘅時候，都聽佢哋嘅工程師講過，呢一款 LED 嘅三原色波長呢係特意調整到適合水草造景用嘅。唔單止可以令水草生長得健康，顏色更加鮮豔，水景亦都可以更加靚啦。而且佢仲有一個叫做 ADA Controller 嘅專用 App， 可以設定翻個時間啦，調節佢嘅光亮度等等嘅。用蘋果嘅朋友，只要上 App Store search ADA Controller， 咁就可以揾到個 Apps 噶啦。而 Android 嘅朋友呢，上去 Google Play 就可以揾到噶啦。拎咗出嚟之後，你會發現有4節嘅電源線，只要駁翻埋就可以用噶啦。其中一節呢係有個開關喺上面嘅，你要留意翻有冇開到個掣。一開始入到 App 嘅時候，你會見到添加新設備，然之後呢就可以撳呢個開始掃描。當佢掃描到我哋嘅設備嘅時候，我哋 click 入個設備入面，之後佢就提示我哋需要去設置翻個設備名，咁個名就叫 JWAQ 啦。設定好之後就可以喺下面撳註冊。當我哋註冊完之後，就會進入一個新嘅頁面，上面就有我哋頭先打嘅名啦。進入咗個頁面之後，就會見到上面有定時模式同埋呢個自定義模式。自定義模式我哋可以直接開關同埋呢個設定嘅亮度，然之後到呢個定時模式，顧名思義就係設定佢嘅開嘅時間同埋關燈嘅時間。再落去就係最底嗰4個符號入面嘅由左到右第3個符號，入到去我哋會見到 RGB 嘅色板同埋呢個光亮度嘅掣。而呢一版呢，就係俾我哋調控我哋嘅燈嘅顏色嘅。咁你見到其實我每一次調佢都會自動轉咗過去噶啦。落少少有個寫住保存嘅掣，咁可以保存翻自己設定嘅顏色。睇完個 RGB 之後呢，隔離自定義調光係咩嚟嘅呢？就係用色溫同色調去調整我哋嘅顏色嘅。再下一頁就係預設模式，分別係自然水族模式、雨林模式、日光模式同埋月光模式。最後你會見到點解有個紅字呢？就係我頭先喺呢個 RGB 嗰個位 save 低嗰個預設嚟嘅。咁佢所有 save 低嘅預設值呢，都會儲存喺呢一版嘅。咁當儲存過之後，發覺你唔想要喎，咁點好呢？就係去翻預設模式呢一版，揾翻你自己定義嗰個顏色，撳個交叉個按鈕，咁佢就會消失噶啦。去到最後一版就係設定，嚟到呢一版我哋可以將本身我哋嘅設備名再重新改過啦。水景個模，如果我哋喺一個魚缸上面有唔同嘅設備嘅話，就可以用呢個去管理啦。再落去下面，咩叫緩開關模式呢？咁緩開關掣下面仲有個時間掣，其實就係 set 我哋緩開關嘅時間嘅。咁當我哋 set 咗15秒嘅時候，喺15秒之內慢慢開，慢慢熄嘅。而最後一個就係更新，當佢會有更新嘅時候，就會提示翻你，話俾你聽需要去更新翻佢硬件或者軟件啦。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